这次上路路途凶险，你一定要紧随在我身边，不要再离开我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紫罗公主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我问遍了所有人，都说没有见过她。都是我不好，只顾着找回军之路，没有好好照顾她。公主失踪非同小可，还会连累神侯府，必须把她找回来。追命，你负责去找紫罗公主，把她送回京城。那玉玺怎么办？送回玉玺，行程不能耽误，这事你就别管了。好。都走了大半天了，还不来找我。这神算子说让我走得越远越好，这冷哥哥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他是不是不知道我已经走了？不知道我的踪影？老板，给本宫，给我来4个包子。哎，来了，哎，3文钱一个。怎么还有钱啊？不要钱，也不要银子。你当老板呐？我没有钱。没有钱，也没有银子，每天还发包子给你，你愿意吗？我是当今公主。你当今公主，我还当今皇上呢，神经病啊你！哎！把这个给你吧。这个好，这好，行，等会儿啊，我拿包子给你，等会儿。哎，公主，请用包子吧，啊，请。他去哪儿了？哎，客官好走啊，慢走。哎，我说你看看，这什么破簪子，又不是金又不是银，怎么看都不值钱。 4个包子才12文钱，12文钱换个簪子，你就别啰嗦了你。我才不带着破簪子呢。哎，你看什么呀？你要抢啊？这簪子从哪儿来的？这簪子从哪儿来的，与你无关。你不说我杀了你。杀了你！这是那个姑娘用这个簪子换了我4个包子，她吃完包子走了。走了，妹妹们，是，谢谢。公主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怎么是你啊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弄上去！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应该不会有事的，公主。就是你来救我，我要冷哥哥来救我。我来救你不是一样吗？就不一样，那神算子说了，我走得越远，希望我的人在乎我的人就会来追我的。
我在乎你不是一样吗？我才不要你在乎我呢！我的脚好疼啊！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我走不动。我抱你回去好不好？我受伤了，你还笑？痛啊！喂，哇！我受伤了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没有。那你还笑？不能笑。你就打算这么抱着我回京城啊？那你的脚伤了，还能怎么样？那你这样抱着我，半年都回不去。那我就这样抱着你1年、10年，天天都抱着你。你想得美！你放我下来，我要自己走路。哎呀，不行。这是命令。哎，你伤得这么严重，还是让我抱你吧？被你抱得不舒服，难受死了。你给我弄辆马车来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上哪儿找马车啊？我走不动了。那我陪你。真是的，连辆车都弄不到，害本公主在这儿受罪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不用。不，车来了！喂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我从小到大都没坐过这么破的车。咦，哎，这车可以养活我们全家人，什么破车呀？本来就是。本公主从小到大都让人抬着走，从来没有坐过这么脏、这么破的臭车。还本公主，你披头散发，满身泥土，全身臭烘烘的，实诚是个乞丐，什么公主，疯了吧你？你信不信本公主让皇上杀了你的头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给你的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别吵了好不好？从小到大就没坐过这么破的车。公主啊，这里荒山野岭的，就将就将就吧。将就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马车比这驴车是不是高贵一些？那是当然了。马车是马拉的，驴车是驴拉的，有什么分别？都是拉车的，好像也没什么分别。哎，没什么分别。那么马车跟驴车为什么会有高贵低贱之分呢？闭上眼睛，数3声，我给你惊喜。你会变戏法？闭上眼睛，数3声。1、2、3，都没变，骗我！你不觉得那边的风景很美吗？不觉得。要心平气和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，可这车实在太臭了。你不许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听到没有？我找到马车给你换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我像个乞丐一样被弄成这样，都怪冷哥哥。什么冷哥哥？现在是追命哥哥在陪你啊！我回去要洗100次澡。
姬姐姐不见了，刚才还在这儿。分开找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我们就此别过。既然你已经决定退隐江湖，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好兄弟。我们永远都是兄弟，替我在师叔膝前尽孝。放心吧，师叔他不会怪你的。不过你走了之后，四大名捕就只剩3个了。但是我们兄弟3个会等你回来。还有，你一定要幸福。一定。如烟姑娘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你。下次回来的时候，记得带上你们的孩子啊。黎墨，你和冷血应该要彼此珍惜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像我和无情一样错过那么久。你们在聊什么呀？没事啊。没事。嗯。那我怎么刚刚听到你在说我的名字？你哪一只耳朵听见了？这只耳朵啊。珍惜眼前人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我们也要回京复命了。保重。保重。我们走。哦。王妃，王爷让我接你回去。放过这对苦命人，你不要再做错事了。什么叫错事？我在做我的分内事。你若再一意孤行，我就要替狼族除害。不交出王妃和玉玺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林墨，保护好玉玺。早就料到了你们会跟本王玩移花接木、调虎离山，替本王把玉玺拿回来。是。看来，安王爷
也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如烟姑娘，你别怕，有无情公子在的。李默，你还记得在客栈里我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如果我真的不在了，替我照顾无情，替我守护他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们两个好不容易才在一块的，千万不能轻易放弃啊！啊！小心！如烟姑娘，如烟，你怎么了？如烟，如烟，无情，恐怕我这一次真的要离开了。不要，如烟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不遗憾，你也不要遗憾。我们有过几天的快乐，虽然短暂，但我这一生都满足了。我说过，我们要去一个世外桃源，那山清水秀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对吗？你答应过我的。这些都没关系，我能与你相遇，足够了。如烟，如烟。放开他！交出玉玺！你休想！那我就杀了他！住手！杀了我也没有用，我只是一个丫鬟而已，哪里配跟玉玺交换？他不会管我的。撒谎！他的眼睛里全是你。冷血，用一个玉玺换一个你在乎的人，你赚了。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？我做什么事情与你无关。我是神捕，我定会见你一次杀你一次。谁挡我的复仇路，我就杀谁。好，我同意。不要！我来跟你换。不要！玉玺可以再拿回来，但是你只有一个。不要！拿过来！如烟！无情！小心！走！壮志豪
诸葛叔叔，公主，你的脚如何啊？我的脚御医治过之后好多了。御医说他的脚要半个月才能好呢。哦，既然还没有完全康复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到宫里好好休息才是啊。对，你要听世叔的话，回宫好好休息。我不，我整天待在宫里面，闷都闷死了。我要找冷哥哥。诸葛叔叔，冷哥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公主啊，你沿路来神侯府问了多少遍了？我跟你说，诸葛大人比你还要急呢。大人，冷统领他们回来了。冷哥哥，诸葛大人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师叔，我把玉玺带回来了。哦，好，非常的好。哎，那其他的人呢？我们带着玉玺，兵分两路。我跟季瑶花在大行岩引开敌人，冷血和无情带着玉玺从虎鲸山回京。谁知安世耿在两边都设了陷阱。一场恶战下来，无情跌落悬崖，季瑶花也失踪了。那黎墨呢？黎墨为了保护玉玺，被打下悬崖了。掉落悬崖，那不是死定了？嘘。诸葛大人，姬姐姐身体不好，我非常担心她，希望诸葛大人能救姬姐姐。我会尽快派人去寻找他们3个人的下落。多谢诸葛大人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师叔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他。晚辈林依依参见诸葛大人。这位姑娘是？师叔，依依曾跟追命联手，把紫罗公主还有季瑶花救出了五毒灵教。诸葛叔叔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他是那个五毒教的弟子，他师父还想娶我来着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诸葛大人，我师父的确是个坏人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。因为他，我也知道了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。现在铁手哥哥带我来这里，他是希望我回归正途。师叔，依依确实有所改过，在大行岩的时候，他还帮我们奋勇杀敌呢。哦，既然你是铁手的好朋友，又一心改邪归正，我们神侯府当然欢迎你留下来。你们一路风尘仆仆也该累了，先下去休息吧。是，师叔，走吧。我送你回宫吧。我不，我要陪冷哥哥。我送你回宫。我要陪冷哥哥。哎，冷哥哥，等我脚好了，一定再来看你啊，冷哥哥。冷血，你还有事吗？我想去找黎墨和无情。等我把玉玺送回宫去，当面向皇上揭发安世耿的阴谋之后，我现在已经等不了了。哎，他们3个人失踪了，对神侯府来说的确是一场大忌。你现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，但是小部人则乱大谋。安世耿随时随地都会向我们报复。我让你留在神侯府内，是以防万一。至于他们3个人的下落，我自会派人去调查。你切记，天下太平，是我们神侯府存在的意义呀。二哥，那边有个人，过去看看。估计是从山崖上掉下来的。还有气，奇怪，从这么高的山崖上掉下来，竟然还有气。看他的样子像是中原人，
不如我们把他带回去，给他疗伤。启禀安王爷，姬姑娘已经安排好了，但是还要昏迷3天。以目前的情况看，身子好起来是很难了。好不起来也要好，这个人对我们以后有用。是。王爷，这次陇西之行，以安王妃求神做掩护，偷运玉玺，徒劳无功。唉。 还害得安王妃命丧黄泉，真是功亏一篑呀！本王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人破了本王的控心术？王爷是说楚离墨？他什么来路？小人只知道他是冷血的贴身丫鬟。我看他不只是丫鬟那么简单吧。 王爷的意思是，这世间能够破控心术的只有读心术，读心、控心2术相生相克，而懂得读心术的人，这世上只有一个，他叫卞红药。难道这个小丫鬟跟卞红药有什么关系？当年，卞红药是京城的第1女捕快。 屡破奇案，盛极一时，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后来辞了官，嫁到湖州，从此退隐江湖。王爷，只要我们到湖州，追查卞红药的夫家，自然可以找到答案。哼，春桐，你这脑袋瓜子越来越聪明了。 谢谢王爷赞赏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了，春桐马上去办这件事。我就弄不明白了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竟这样对我，我不就是想让你成为蝶舞吗？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要求，
你就处处和我作对，让你学武，你不好好的学；让你念诗，你学不会；让你去陇西为我办一点点小事情，你就背叛我。说话呀！说话呀！说话呀！蝶舞，蝶舞。这个时候的安世耿终于明白了，眼前的如烟已经没有了温度，没有了知觉，没有了思想，没有了灵魂。现在的如烟在安世耿眼里，已经变成了蝶舞，真正的蝶舞。别怕，只要有我在，你的掌心一直都会有温度。哎，他醒了。兄弟，你终于醒了。这位公子，你的命可真大，从山崖上摔下来都能够安然无恙。还好有肃杀禅意。你放心，看你的样子像是中原人，我知道中原人是最讲礼节的，所以你身上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没有动过。我穿着冷血的衣服，怪不得一个叫我兄弟，一个叫我公子。这位兄弟，你怎么会从山崖上掉下来呢？这说来话长，多谢两位相救。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们这里是青葛部落，我叫暮雪，这位是我二王兄莫尔赤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楚离墨。楚公子，你现在刚醒来，先吃点东西，再换件衣服。我跟暮雪一会儿过来陪你。来人，拿我的衣服给楚兄弟换上。是。多谢二位。那你好好休息。我们走吧。我自己来就行了，你出去吧。不知道无情公子怎么样了？冷大哥，他现在一定很担心我们吧？怎么办啊？这人生地不熟的，现在只好以假乱真，再想办法离开了。这是我们的水车，小孩子们平时都喜欢在这里玩。还有那边，晚上可以去那边看星星。
我们青葛部落怎么样？风景优美，环境清幽，就是比你们元朝小了一点。元朝？大都城一定很美吧？大都城？是啊，这就是大元朝的人啊。我想大家都误会了，我不是从元朝来的。不是元朝？你们的都城不在大都？我是从明朝来的，我们的都城是京城。京城？根据青葛部落志记载，你们那边是元朝，而且都城在大都。难道这么多年来，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青葛部落的祖先为了逃避战乱，元朝初年就来到这里，之后族人就一直住在这里，一代传一代，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。我知道了，这里就是书中记载的桃花源。桃花源？什么是桃花源？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你们没有听过吗？没有。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。没听过？没有啊。我们这里人很少读书，那桃花源在哪儿啊？就是这里啊，你们住的地方，风景美丽，人杰地灵。楚兄弟，那你快给我们大家说说，你们京城和我们这里有什么差别？是啊，差别可大了。京城的房子都是很高的，户户杨柳，青砖铺地。我住的地方叫神侯府，里面还住着4大名捕。4大名捕。楚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4大名捕呢是专门抓坏人的，他们的故事啊，3天3夜都讲不完呢。不要紧，那你慢慢讲给我们听。这次又让安世耿逃过一劫。此人残害朝廷重臣，盗取国之玉玺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，真是我社稷不幸啊！我们棋差一招啊，缺少强而有力的人证和物证，因而错失良机，让安世耿有空可钻。听说玉玺找回来了，娇娘我真替你感到高兴。怎么了？冷血他们寻回玉玺，凯旋而归，这玉玺案不是已经破了吗？怎么还唉声叹气的？王妹，来，你先坐下，听我们慢慢跟你解释。郑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无情黎墨、姬瑶花，在办案的时候不慎，被安世耿的人所偷袭，结果无情和黎墨坠落山崖，姬瑶花却不知所踪。又是安世耿，这么看来，玉玺丢失一定跟他有关了。玉玺失窃，明显是安世耿所为。那就赶紧禀明皇上，治安世耿的死罪啊！我们何尝不想如此啊？可，这么说，你们已经见过皇上了？昨天呢，我和冷血、铁手、追命，一块护送玉玺回到御书房内，而且向皇上禀明案情。皇上却说凶手已经抓到了，就迫不及待地去见王贵妃了。诸葛兄，请留步。安贤弟，有事吗？此人就是盗取玉玺的罪魁祸首，现在交给你们神侯府处置。咱们都是给皇上办事的，你不用谢我。是温如玉，他还有气。原来他还没有死。这么说来，上次施展锁骨民法的人，必然是安世耿了。等一下，温如玉中了锁骨民法，我们都眼看着他灰飞烟灭的，怎么还会在这里？安世耿精通巫术，他使了一个障眼法骗过你们。虽然温如玉在你们眼前消失，但这一切全是假象。安世耿他不过是在你们眼前演了一出戏罢了。
虽然我们不知道安世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或许温如玉知道。把他弄醒吧。要弄醒他，我有办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